大家平安，我是蔡无孙娘。我看起来若像真乐观无烦恼，其实我却是一个软者不足的人。面对复赛甲种种的困境，我有时有灰心丧志的时阵，但是上帝真疼我，拣选我成做中保大岛的同工。每一届一去祈祷室的时，上帝就搁一摆会提起甲加持我，互我毋简单看到家己的软弱甲需要，反倒当注心伫上帝的信息甲慈爱，独独伫教会甲兄弟欠缺的所在，献上忠心的祈祷。因为安尼，软弱的我重新得到对伊遐来信心甲勇气，一摆甲一摆学习刷走生命路上大大小小的石头，暂停来欣赏身躯边上帝创造美丽的风景。感谢主，互我对过去的富强教会甲即卖成年教会有8当久的时间，会当持续参与伫中保大道的事工。伫其中，有更较深深的体会到主安怎互中保大道的同工，伫无共的时阵，因为同心合一，伫祈祷室的祈祷，一步一步看到伊的旨意被满足，一心的事被成就。雅各书4章8节讲到：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会亲近恁。当咱选择体贴上帝的心，咱的生命就会受到伊的影响，感受到甲上帝做伙同工的喜乐，会当甲阿爸天父有遐尼亲密美好的关系，真正是诚做今日的福气啊！来到这的福赛，那亲像一只福音船的油，不断的烧，才会当驶到最深的所在，拍网掠鱼。伫这诚恳的邀请我所敬听的兄弟，做伙来参与中保大道的事工。相信，当咱愿意将卑微的家己，全然放伫上帝施恩宝座的进前，来找求伊的面。伫甲上帝同工做伙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用信心的目睭，看到上帝丰富的疼，而且经历伊奇妙的作为。我互上帝感动，进入祈祷室，享受甲伊亲密的时刻。欢迎你也做伙来享受甲上帝同工的美好。